云林科技大学和半导体厂商合作开课，要招日本的学生来学。这学校的补助学费，业者嘛提供一个月1万块的生活费。云科大伫咧校抓，就申办营队，予日本学生来体验。有不少人是随决定要申请课程。穿无尘衫，日本来高中生甲高专生行入去无尘室，听半导体相关小解，要互日本学生更较进一步熟悉半导体产业。云科大校抓期間辦2場半導體夏令營，吸引日本來60個師生參加。今からその成長できる分野で仕事をしたくて、半導体はもう最たるものかなと思って、そのうちの一つかなと思って働きたいです。他们穿着无尘服走进那个无尘室，这是体验是他对他们是第一次，所以这体验是对他们来说给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云科大表示，国内半导体大厂围抢国际半导体人才，去年甲云科大签约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合作5年，这个对象日本学生优先，学费学校来补助，业者提供每个月1万块的生活费。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创意，有很多的就是热情，所以他们学生之间能够彼此串联连接哦。那这些学生一起来台湾读书的话，他们应该会成为是一辈子很好的伙伴。云科大表示，今年半导体夏令营课程包含带学生进入无尘室实际操作，熟悉供电半导体元件，制定期待甲企业参访。有学生伫参访了决定要申请来台湾读册。学校讲，今年11月开放申請，有個日籍生來台灣讀半導體專班，會一年比一年較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